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你回来讲台湾话，见台湾故。今仔日的节目是阿春观星象，阿春就是我。今仔日是8月15号，咱来看8月15号到8月31号的星象。8月中到8月底有啥物较重要的星象变化？会安怎影响咱生命的体验？咱的命运毋是受到遮个星球的控制，咱的命运是咱甲星球的变化共同创造出来、共同体验的。星象讲了，我会为大家抽3组牌，请台湾国的各位朋友用你的直观来拣一组牌，你拣的牌会互你知影，刷落来即2礼拜到8月底，你会拄着啥物款的状况，面对着啥物挑战，阁有啥物款的祝福来帮助你行你的路，好无？安尼咱就先来看星象。今仔日8月15号就是满月。即届的满月伫咧宝斑座 Aquarius， 宝斑座就会互咱想着较奇妙的、无遐尼思想的代志，无遐尼思想的人，咱无意想到的代志的发展的可能。今年2月七夕的新月，嘛是伫咧宝斑座，即半冬月娘安尼生一箍。共款伫咧宝斑座，为新月到满月，咱想看觅，咱2月的时阵有啥物款的愿望，有啥物款的目标呢？真有可能迄个时阵的目标已经变做今仔日的现实，用一种咱无意想到的方式。即个满月的对面是金星甲火星。即个满月的能量，可能毋是遐尼舒适，可能会挑战咱重新来思考，咱安怎看待宝斑座所代表的群体的生活。光明的满月有法度帮助咱接受一寡真正可能感觉真歹接受的事实，所以即个满月毋若是即半冬以来拍拼的结果，嘛是一个机会，互咱搁较知影、搁较了解，咱是为虾米咧拍拼，咱理想的本质是啥物。满月了后，即个月真特殊，有5粒星球要爱入去少女座 Virgo。8月18号，火星入去少女座；8月21号。金星入去少女座，23号日头，29号水星，30号月娘，而且是新月哦。安尼火星、金星、日头、水星甲新月，一粒一粒入去少女座，代表的是啥物？有的人出世的时阵，有真侪星球伫咧少女座，遮个人可能真要紧环境的清气、身体的清气，逐项物件敢拢伫伊的位。少女座是变动的土象星座，土代表的就是咱生活中物质的层面，所以遮个人对物质较敏感。对生活的细节嘛是真要求，真有眼光，所以8月星球入来少女座，是咧鼓励咱来看咱生活中的细节，安怎会使搁较好，安怎会使活了搁较舒适。咱咧无闲的时阵，敢有法度甲代志做到上水上好？守大仙18号。火星入来少女座，伊会互咱气力，甲咱的注意拢吸引来到即个生活中的细节。
咱咧无用诶代志诶细节。若做了无好势，咱可能会有火气。所以18号了后，咱会当注意，甲即个火气变做是咱诶气力。21号诶时阵，金星入来孝女座，金星代表爱甲美丽，咱对关系、对日常细节诶代志，会较包容、较有爱。23号日头入来孝女座，会帮助咱思考，咱想要学啥物新诶物件，若学了啥物，生活会搁较好。若学了啥物，看代志有可能会有新诶角度。孝女座诶颠倒面是双鱼座，双鱼座就是济济无形诶梦想，看袂到诶神秘诶启发，迷茫打造时诶画面。孝女座就是拄仔遮讲诶物件诶颠倒面，是有日头有阳光诶生活，是实现梦想诶时阵，咱嘛真欢喜来做诶。食饭、洗身躯、倒粪扫，照顾身体，轻松搁清气。因为有即个身体，咱才有法度体验完成梦想的快乐。29号，水星入去孝女座，要紧细节会变做真轻松、真自然的代志，真适合做一寡需要思考的工课。即个时阵真适合看一本册，也是一部纪录片。30号，新月伫咧孝女座，邀请咱搁转来想看觅，满月到新月，对逐个人来讲，孝女座所代表意义拢无共款。你若想要搁较知影，遮个星球会安怎影响你，会使查看觅。孝女座是伫你的倒一宫，你爱特别注意的细节是伫你的厝，还是你的身体，还是你的工课？你的心理，你甲别人的关系，还是你的梦想理想？刷落来这半个月，遮个星球集中一个孝女座，会帮助咱甲无必要的物件清理理。伊会甲咱头壳内底的粪扫嘛包好势摕去等，互咱有法度专心来要紧，专心来做重要的代志，互无需要的离开，互需要的入来。这是这半个月基本的方向。好，即马我要帮大家抽牌，稍等一下。抽好啊！头一组我配的是即个莲仔香的味，真芳又搁温和。第二组我配的是倒手香的味，倒手香清芳清芳，柑仔也是柠檬的味，又搁小可无共款。第三组是柑仔的味，柑仔油的味，闻着就想着柑仔。邀请你等下豆豆仔喘气，用你的直觉来感受你的心，希望你经倒一组牌，倒一组牌才是你需要听到的。若喘气的时阵，会当摕保管是使用的手，放伫画面每一组牌顶悬，来看有倒一组感受无共款。若准备好，咱就做伙来豆豆仔喘气。来，豆豆仔放互轻松，感受。3、你若需要搁较侪时间，会使甲即个影片停落来。你若已经准备好，嘛会使看下骹每一组的时间点。大家若准备好，咱就先来看头一组。头一组的朋友，8月中的即礼拜，你咧做的代志，
可能会有真紧的发展。可能你休困的时间会较少，也是你的身体会需要搁较济的休困，因为你的思想当咧有真紧的变化。死亡这张牌就是咧表示，过去所有无合用的物件，拢会离开。就好比人生死，身体会转换，咱的身体无合用的时阵，咱真自然的就会转换一个身体。世界当中在在拢是即款代志。头一礼拜，遮的变化可能毋是遐尼好接受，对你所失去的，可能你会感觉伤心。啊，毋过下骹一张命运的链仔，互咱知影，即个悲伤其实嘛是即个变化必要的一部分。8月中即礼拜，代志发展了真紧，一切看起来拢真好。到8月底即礼拜，咱可能会感觉较忝小可，敢若咱为着正经咧做的代志咧行咧坚持。8月底即礼拜，你甲人的关系可能会有一寡转变，可能你想要甲别人连结，嘛有可能是别人想要甲你连结。因为恁做伙，所以有法度有搁较好的体验，这是真美丽的代志。你可能会发觉，你共时阵好比咧做2项代志，毋过因为你的坚持，所以代志拢会处理了真好势。到8月中，你会有一寡成功，也毋过，这不会互你感觉满足，因为你知影，这敢若是大局内底的一步。你进前对即个成功无现实的想象，就是正手边下骹即张7杯，这无正确的幻想，拢会甲你愈来愈远。即个月，你会放弃一寡正经的想法、正经的坚持、正经的幻想。毋过，遮的代志拢无要紧，因为你较专心伫咧新的想法、代志新的变化。即马手头有啥物，互你有法度做你的后一步。若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即个月你会使有真好的成长。真感谢你收听，今仔日的阿春观测相对你若有帮助，邀请你试赞、follow， 就有法度听到后一届的测相哦。祝福你，咱后摆再会。经第2组的朋友你好，咱来看你的牌。8月中即礼拜，对你较重要的主题是甲别人的关系、甲家庭的关系，还是甲好比家庭的朋友的关系。遮个关系内底可能会有一寡震动，也毋过这是伫咧真欢喜、真快乐的一个家庭内底，对一寡细节的代志，逐人有无共款的想法。有时阵，你的直观无照顾到我的情绪，我的心情无注意到你的需要。倒平即个水遁的天使，就是伫咱的关系咧改变，咧变了愈来愈好的时阵，甲咱保护，互咱的关系稳定。月底的即礼拜，你有机会开发真侪你个人的能力。你会去想，安怎会使搁较有优势来面对逐工的战斗？月底即礼拜嘛邀请你来观察你的工课内底的细节，可能你会使甲遮个细节转换做数字记录起来，帮助你做代志的时阵搁较顺利。即礼拜你会开发新的能力，甲你所想的甲你的资源夹起来，就像正手顶悬即个导师，一支手向天，一支手向地，意思就是甲思想的物件变做是现实的物件，甲想象变做事实，甲无形的变做有形的。月底的重点是伫即个无形的思想的确立。你敢有法度甲你想要爱的物件想象了完全？即张牌提醒你是你意识的主人，你所有的体验，深的、
身体的体验，拢是你的意识咧主导。体验本身无好也歹，好歹是你的意识自你的信念来做的决定、判断。若是你想啥物，就会得到啥物。安尼，你希望你逐工拢咧想啥呢？了解家己所爱的过程，可能毋是遮尔熟悉。咱若得到新的智慧，咱就爱知影安怎放下进前无正确的想法。就好比起了无好的厝，地动来的时阵无法度瓦靠。永远袂改变的智慧，才是咱有法度瓦靠的。感谢你收听，希望你有真好的八月。今仔日的阿春观星象对你若有帮助，邀请你起赞 follow， 咱后摆再会，拜拜。经第三组的朋友，咱来看牌想要甲你讲啥。八月中即礼拜，身躯边可能会有一寡竞争的气氛，人甲人定定想要输赢相拍，有可能是为着要好耍，啊毋过大家对结果拢真要紧。即礼拜对资源的分配，可能你会有小可焦躁，对安怎甲家己照顾好，甲心爱的人照顾好，可能会互你暗时困袂去。也毋过，你若甲你的注意徙来你咧创造的新的物件，你可能有机会接到别人的帮助。过往的经验，嘛是你即马手头的代志的养分。月底即礼拜，你会感受到一个转换，可能你会为一个身份转换到另外一个身份，为一个工课转换到另外一个工课。进前即件代志，可能互你对家己感觉真歹。遮个代志结束了，即个感受嘛会豆豆仔转换。你看会清楚，迄毋是你的本质，因为安尼，你嘛可能有搁较侪资源，会当投资你想要爱的代志。资源可能是钱，嘛可能是时间。这是咧体验转换的时阵，你会使互你家己的礼物。到月底，你要紧的代志会有真好、真紧的改变，看起来拢真好，也毋过你可能会感觉倒位怪怪，即边怪怪，迄边怪怪。正手顶悬一张世界牌，伊颠倒过来，就是咧提醒咱，一切拢一直咧改变，一直咧发展，一切咧结束、完成，拢是暂时的。所以，咱嘛无需要甲完成代志变做是咱满足的条件。咱若不管是拢伫咧满足的状态，咱嘛袂受到代志变化的影响。听起来真袂歹。感谢你收听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祝福你有真好的一个月。9月初的时阵，若想要搁来听阿春观星象，邀请你起赞 follow， 咱就后摆再会，拜拜。